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我的妈妈是伫个今年的2月蒙主温调，行完伊80年的人生。伫遮要孝亮我的妈妈进前，我要先来感谢咱嘉南教会地牧师、陈牧师、甲考团队以及文心长老，甲咱众兄弟姊妹，多谢大家关心，甲提供济济帮赞。互阮家族会使顺利来完成阮妈妈的告别式，只要再一次的甲大家人说多谢。若用俗世眼光来看阮妈妈的人生，会使讲伊的人生是一个苦难的人生吼。伊所拄着的境遇逆境吧，会使讲是一波过一波吼。伫阮妈妈48岁的时阵，我的老爸就来过身，就是阮妈妈，就是伫48岁的时阵失去伊的丈夫。搁短10年的时间，我的大兄伫咧做兵的时阵嘛来过身吼。所以对阮妈妈来讲，伊短10年来，伊连续失去着伊的丈夫甲伊的大囝吼。这对一个查某人来讲，这是一很大的打击吼。搁看阮妈妈的人生，会感觉讲很没有盼望。但是我要伫遮讲吼，我的妈妈我从来毋捌听过我的妈妈有因为伊所拄着的逆境有对上帝来埋怨一句话，还是对这个信仰来产生怀疑吼，甚至来忍心倒退吼，从来毋捌。伊搁较积极来亲近上帝。我会记得迄阵我的妈妈白天爱伫咧台北的马街病院上班做护士，伊接着下来暗时搁去读台湾神学院夜间部4年的课程吼。伊用搁较侪时间投入伫伊教会服侍吼，无论是伫咧做妇女团契，还是少年团契会长，还是做执事长老。这些拢是伫阮爸爸过身了后，伊所参与的服侍吼。我会记得阮爸爸过身差不多3档左右吼。有一届迄阵阮囡仔拢是差不多是青少年的时期，性情拢较敏感嘛吼。有一届甲阮妈妈伫咧厝里咧食饭的时阵，阮就甲妈妈讲，妈妈，阮足无爱去教会。妈妈讲为虾米？阮囡仔就开始对妈妈就开始告状啦吼，就是斗啦吼。阮就开始讲，迄吼某咪人，啥人，连续差不多讲4、5个人的名吼。对阮来讲，就是阮的长辈啦吼，遐叔叔伯伯还是啥物教会人吼。阮就讲，遮个人伫咧爸爸也未过身进前吼，对阮囡仔吼。非常的热情，看到阮吼，就跟阮打招呼，不是摸摸我们的头，就是拍拍我们的肩膀，问阮讲最近怎么样啊？你学习怎么样啊？生活状况怎么样？非常的热情。但是自从爸爸过身了，莫讲热情，嘛莫讲打招呼，在阮讲的迄阵来讲的长辈吼，会使讲看到阮就当作没看到，为阮边仔行过去，好像不认识我们安尼吼。所以，阮就甲妈妈讲，阮足无爱去教会，因为阮无爱看到遮个人。迄当时，阮妈妈回答阮囡仔的话吼，我永远不会忘记。伊讲，咱去教会是要雕记上帝，毋是要看人，看人会跋倒，因为人无完全。阿门吗？阿门。阿门。这就是阮妈妈的信仰。我最近会常常笑脸我的妈妈吼。我想讲，若是阮妈妈，伊所拄着的境遇，若偌济是我吼。阮妈妈48岁失去翁，我今年50岁。我讲，若是阮妈妈拄着的境遇，若是我拄着，我敢有1/10的信心？可能无。我伫阮妈妈的身躯，我看到伊是一个伫咧安怎讲台语，在负面的环境里，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一个查某人；伫咧负面的环境内底，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的一个查某人。我实在为阮妈妈有安尼的信仰，我觉得很骄傲。伫
咧经历阮妈妈所留落来物件的中间，阮看到这本手册。这本手册内底是，阮妈妈写，伫大约30年前，我甲阮姐姐伫日本读书的时阵，阮妈妈所写批吼，每这内底拢是阮妈写批互我甲阮姐姐吼的草稿。可能伊惊伊的文笔不好吼，所以就是爱先写草稿，然后才写伫咧批纸互阮。我伫咧读每一张批的中间，我深深看到一个老母，伊是安尼用心对伊的囡仔的信用付出的用心甲祷告。我伫遮要甲大家分享2个段落吼，嘛原谅我用华语来读吼，华语来读。这篇是大概是伫咧1984年6月的时阵，阮妈妈对我甲阮姐姐学业甲未来婚姻的对象的关心吼，伊安尼写。希望你们在求学这段期间全心为学业上进，这就是你们将来的前途。在这段期间，不要交男朋友，总是会影响功课与精神。等学校毕业后，上帝自然会给你们安排好的基督徒对象。所以你们2姐妹要热心在圣殿侍奉神、敬拜神。上帝是信实可靠的，我也每天都在为你们祷告。把将来的事一切交托给神。这个是1984年6月。另外一篇嘛是1984年11月。可能迄阵啊，我伫咧学业，唔知拄到什么烦恼吼。我妈妈那写，处于说最近为学业很烦恼，生活觉得没有重生。我要告诉你们，将你们的烦闷、苦恼带到上主面前。纵使你已走进死荫的幽谷，但是新力量的主，他有无限的恩宠和不变的爱，他将保护你、引导你。诗篇作者曾有过深刻的体验。我有到书店买7本很有信仰的基督徒所写的实在的见证的书给你们，将于11月17号会寄给你们，收到请回信。1984年11月，这就是我的妈妈。虽然我的妈妈无留什么大财产给阮哦，但是伊所留的是伊水的信用的卡价，甲这位真实佮永活的上帝。我要感谢上帝，伊赏赐我有一位勇敢佮信心坚定的妈妈。我要甲这一切的懊恼、感谢、甲荣耀，拢归伫天里阿爸爸上帝。感谢上帝带领阮，也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谢谢。